好，获益的兄弟们注意了，车上没网可太难受了。给大家带来一款我们的革新随身 WiFi，5G 信号，内置3种移动联通电信3个网络 ，WiFi 的网速是5.8G，5.8G 用的才会更快。只要有一个网络是5G 信号，我们的革新它就是5G 信号。下面给大家测一下我们的速度。革新连续3年高端随身 WiFi 销量第1，是5G 随身 WiFi 行业的天花板。